Our party room has got to a position where we will not be re-entering a coalition agreement with the Liberal Party after this election. 2025年5月，澳洲政壇發生重大變動，自由黨同國家黨呢對老拍檔正式分道揚鑣，結束咗長達近80年嘅聯盟關係。呢個係咪標誌住一個時代嘅終結？點解佢哋會拆夥？背後有啲乜嘢原因？對澳洲未來又有啲乜嘢影響呢？歡迎收睇 Hea Mum 而家睇紐澳。Hello， 我係 Hea Mum。原本今集嘅節目呢，就好希望同大家講下呢澳洲減息呢點樣影響呢邊嘅樓市啦。咁但係呢，點知同一日呢，竟然有單咁爆嘅新聞出咗嚟喎。咁當然呢，要同大家呢首先討論下，睇下呢兩大政黨自由黨同埋國家黨呢，究竟發生乜嘢事，搞到呢要分裂啦嚇。等大家呢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啦。然之後呢，我都會同大家講下呢我自己對呢件事嘅睇法啦。如果大家係第一次嚟到我嘅 channel 嘅話呢，我嘅 channel 主要呢就係分享我喺過去30年嚟生活過嘅3個國家，包括加拿大、澳洲同埋紐西蘭嘅。如果你係對外國生活有興趣嘅話呢，都記得免費訂閱我嘅頻道，再撳埋個鐘仔嚟到去支持我啦。咁要了解呢兩個黨呢，究竟點解今次會分裂呢？首先呢，就必須要了解國家黨同埋自由黨呢喺過去呢幾十年嚟嘅合作史。自由黨喺1944年由當時任澳洲總理 Robert Menzies 創立，主要代表城市中產階級利益；而國家黨原名 Country Party 鄉村黨，早喺1920年代已經成立。一直以嚟都係為農村地區發聲。到咗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澳洲社會進入重建階段。當時掌權嘅工黨政府大力推行社會主義式政策，例如國有化銀行、擴大福利制度，引起工商界同農村強烈反彈。為咗團結保守派選民， Robert Menzies 成立自由黨，並同當時嘅鄉村黨，亦即是國家黨前身，結成選舉聯盟。雖然兩黨各自運作，但合作出選、分配選區，對外就以聯盟名義參選。雖然唔係正式合併，但係佢哋喺大部分嘅選舉中都協調候選人，避免互相競爭，成功合作令佢哋多次執政，當中包括 Menzies 時代嘅23年長期執政，後來 Howard 時代再創11年黃金時期，帶領澳洲經濟繁榮，推動 GST 稅改。咁自由黨同埋國家黨呢合作得好地地，做乜事呢？突然間呢玩分手。今次正式分裂嘅導火線主要有3個。第一就係能源政策，國家黨堅持發展核能，因為佢哋代表嘅多數係農村選區，嗰啲地方需要能源價格穩定，又有地可以發展新設施。但係自由黨擔心核能響城市地區唔受歡迎，會流失城市選票，所以唔支持呢個提案。第二，地區基金爭拗，國家黨提出建立一個 Regional Australia Fund， 投入200億澳元，幫鄉村地區發展，包括醫療、基建同就業。但係自由黨擔心開支過大，唔想配合。第三，大型超市壟斷，國家黨想監管大型超市，例如 Woolies 同埋 Coles， 解決壟斷問題。但自由黨身為自由市場擁護者，代表城市中產，當然覺得呢個管制設施會影響商業自由。總之，自由黨呢就要穩住城市選票，控制預算；而國家黨呢就要拯救農村，推動地區發展。兩邊目標越拉越遠，合作空間越嚟越細。今次拆夥就係矛盾升級嘅結果。咁我而家呢嚟分享一下呢自己嗰個睇法啦嚇。咁今次呢，其實呢自由黨同埋國家黨咁樣分裂法呢，都幾戥澳洲呢邊呢係滴汗嘅，因為呢大家都知道啦，今次呢澳洲選舉呢
咧，其實咧我啱啱先同大家分享完係咪？今次嘅選舉咧，其實咧工黨係真係 landslide 咁樣咧贏咗自由黨同埋國家黨嘅係咪？咁所以咧成個國家成個政府咧已經係比較一個偏左嘅政府啦嚇。咁如果咧即係保守黨其實而家咧老實講，就算佢哋有啲乜嘢咧想反對嘅話咧，都好難去發聲，因為佢哋票數根本咧都唔夠。所以我諗咧即係都係因為咁樣啦，所以國家黨選擇咧呢個時間咧嚟離開咧自由黨，因為其實咧即係可以講話幾敵抗，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可以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咧就冇乜嘢輸，因為佢哋而家已經輸得好盡啦，係咪？對於國家黨嚟講咧，我諗哇啲雀真係同我鬥大聲。咁 anyway 呢個澳洲雀，你嚟到澳洲咧就要適應呢一樣嘢，唔止人有發言權，雀都有發言權啊。咁 anyway 啦，咁即係我講到咩嘢，我已經唔記得咗。頭先咧就講到話咧，國家黨點解選擇咧呢個時間去分裂咧？咁我相信咧都係即係真係好大嘅原因，橫掂佢哋都已經輸得好盡啦，係咪？即係 what else can they lose, right？咁當然啦，即係贏家咧就變咗係工黨啦，係咪？咁即係原本都已經贏人成條街啦，而家咧就更加可以狂插佢哋啦。咁所以咧嚟緊嘅即係下一屆嘅即係選舉啦，我相信咧。即係保守黨真係咧，就算佢哋再一次合作啦，佢哋而家搞到咁混亂咧，其實我諗都真係大失民心咯。嚟緊咧未來呢幾年，我睇到澳洲嘅政策咧，都將會係比較偏左嘅政策啦。咁左派嘅政策其實我都對呢啲嘅政策咧係即係好多嘅政策都係幾敵看下。咁我上一集咧都有同大家去分享過，大家未睇我條片嘅話，可以咧係去即係再睇翻我條片啦。即係雖然我唔係話右翼嘅政黨咧有幾咁好，有幾咁即係好過工黨好多。總之我覺得咧一個社會需要有一個健康嘅政府咧，嗰個政府必須咧係即係左右咧都差唔多可以互相克制住對方。咁但係咧目前睇嚟咧可見嘅將來我都睇唔到咧呢個情況咧係會發生啦。民主國家其實唔係一個好完美嘅國家，民主國家其實咧最 powerful 嘅一樣嘢咧就唔係話佢哋有幾咁嘅 perfect， 而係咧佢哋咧係即係基本上每一個國家咧主要都係有兩大嘅政黨互相咁樣克制住對方，以至於咧即係大家都知啦。總之即係政壇呢啲嘢，天下烏鴉梗係一樣黑㗎啦，係咪？咁其實邊度有話真係一個政黨全心全意去為人民服務啊？其實真係冇嘅。即係我自己認為咧，當然啦，即係國家黨同埋自由黨其實都已經合作咗咁多年啦，係咪？咁如果佢哋真係分開咧，佢哋係 OK 嘅話，都唔需要咧即係考慮話一齊合作嚟到去對付工黨嘅。咁所以咧，其實你話佢分開咧係咪一個好長久性嘅分開咧？咁我自己睇嚟咧，其實我就覺得呢個機會咧係幾微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哋始終咧都會即係會再次合作。咁今次呢件事咧都真係非常之峰迴路轉。咁所以咧，我整呢條影片咧都用咗頗長嘅時間，因為咧我原本錄嗰一日咧，嗰一日朝頭早咧嘅新聞咧，國家黨都仲係實牙實齒咁樣啦，講到話我哋喺下一屆嘅大選之前咧都唔會話即係考慮同自由黨一齊翻噶啦。咁但係點知咧，當我即係錄完呢條片，揸車翻屋企嘅時候咧，就竟然聽到新聞話咧佢哋兩黨咧又坐低落嚟咧，即係好似有偈傾喎。咁我就即刻即係企喺度，咁就諗住啦，等多幾日睇下咧有啲咩最新消息啦，咁樣再同大家咧即係 update 下嘅。咁但係咧即係似乎 over the weekend 咁一路咧都聽唔到佢哋兩黨咧有啲乜嘢好突破性嘅進展。而且今次國家黨嘅領導人David Littleproud 啦，咁其實佢嘅態度都幾強硬下，咁以至咧引到咧其實咧國家黨自己本身咧即係黨內嘅人咧，其實咧都對佢咧嗰個嘅態度咧，其實咧都即係都有啲唔係好滿意。咁所以咧我琴日聽到最新消息咧，就係話佢哋咧有可能咧，如果咧即係覺得即係呢個 Littleproud 再咁強硬嘅話咧，咁可能咧就會換過另外一個領導人。咁當然啦，政策呢啲咧真係隨時話轉就轉㗎。如果再有咩新消息嘅話咧，我都會嘗試第一時間通知大家啦。咁都係嗰句啦，大家記得咧訂閱我嘅頻道，再撳埋個鐘仔。咁如果中意我呢條影片嘅
嘅話，都記得 CLS 支持下我。唔知講咩好，可以打個1字就 OK 㗎啦。我哋今集節目到呢度，下集再見，拜拜。呢個就係嗰個芝士啊，我諗。哦，Halloumi。好鹹啊！有 bacon 啊，啊最少少 bacon 啊，佢都有喎，係喎。哇！你哋好多 bacon 啊？點解你哋嗰個好似正啲咁？你哋嗰啲嘢？